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的《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咱台湾家己所买 AZ 疫苗有59万人特别过期，但是中认为也是需要传起来的。另外，伫高雄鼓励时代主疫苗推出主疫苗送米活动，气象局预测这是入秋以来上介强的冷空气，拜三拜四透早温度上低，中部以北有机会降到14度。有一台饲料车载去冲过中华系统交流道的护栏，车头挂伫顶头，驾驶是有把司机救出来。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任何本土病例出来，不过有增加3个带病入境。另外，咱台湾家己买的 AZ 疫苗有59万人到月底就到期啊。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主要是考虑到民众抑个有注第2档的需求，这是本地就应该爱传的。若准备来开放注无共款的品牌疫苗，无人要注 AZ， 这款疫苗放到过期，牺牲也无要紧。台湾买 AZ 疫苗59万外支，初六暗时到会，暗过后期至到11月底，引起外界质疑。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亲身说明，原本药厂有160万支左右的疫苗，暗过考虑台湾无法度接受这么多，所以最后决定接受59万外支的疫苗。明明就有这108万到226万人要使用，然后因为它是集期，不要说集期，就让它效期相对的短。然后我们就不要，然后让这些人再多等1个月，没有必要嘛。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内等第2支 AZ 的人已经满10礼拜有108万人，满9礼拜有207万人，满8礼拜有226万人。59万支无一定爱一摆做完，就算未来开放做2支无共款牌子 ，AZ 较无人做，也一定爱做。可以买得到的时候，先把这些量进来。好，那至于说有其他混打或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供应了，而使这个 AZ 的打气往下降，进而让59万打不完，我们也在所不惜。若春节检疫专案改做10+4，也就是入境前10天住防疫旅馆，后4天应当厝居家检疫。部分旅馆业者认为帮助无大，不过陈时中解释，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在明年1月30日为了美进前解除隔离，所以新方案上路了后，1月7日到30，业者应增加收3轮旅客，收入应增加1成。所以用满房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增加大概1.6。1.4哈，那刚刚在讲说1成，差不多是1成。疫苗第1支注射率是7%，第2支注射率是3%。但时中表示，年底进前要达到第2支8成，确实有困难。不过第3支疫苗已经在准备，来观察其他国家做情形。但全台第2支疫苗注射率6成以上，再考虑边境放人政策，这是上佳基础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因子武汉肺炎预防射的比率是比全国更加低，而且65岁以上民众注射率无到8成。为要鼓励到这寡时代来注预防射，高雄市的卫生局也推出注疫苗送米活动，今透早就真侪人来排队。不过有时代也讲，送什么物件不是重要的，是因为免登记较方便，因才愿意来做。早起9点，中心中心外口就有真侪时代排队等要注新冠肺炎预防射。这2天来遮注射免预约，人随到就会当排队注射，而且65岁以上长辈，阁有通摕到1包1公斤的米。高雄市府头摆推出注射送奖品，送1包米，敢真正会吸引长辈来注射。袂歹。嘿啦，啊，就米就上好啊，米就有遮再打的。也无啥物效果啦，无重要，迄种无，我会感觉无重要啦。高雄市目前的注射率还未到全国平均的74.42%，其中65岁以上长辈注第1档的比率79%，嘛无到8成。欧美国家注射的老大人有到9成。部分的长辈因为一些个人的因素以及心理的想法对于疫苗的部分仍然是可能是还想再等待一些时间。那希望透过送好礼那也可以增加长辈来接种的意愿。市府这2天准备1000包的白米，除了初8注莫德纳，初9注 AZ， 即马阁增加第3天，予长辈注第1剂的 BNT， 希望寒天流行感冒季节来进前冲关注射率。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
国立清华大学有风声讲，可能去互中共的组织渗透啊，透过校友、中国厦门市政府等等单位，伫学校内面有设一个清华海峡研究所。这个机构是利用者伫咧渗透台湾、污台湾的人才。公安局今日表示，一切拢有掌握。教育部也要求清大要依法停止使用，也要因撤离。目前检方也正在调查。国立清华大学传出好亲像有中国组织，透过清华校友会、中国厦门市政府这个单位，伫校内育成大楼设立清华海峡研究院办公室，互外界质疑是中国的组织，用技术研发的名义来找人才。这个组织其实隶属于中共的政党相关的一个组织，相关的情治部门在开始的时候都有所掌握。中共目前非常缺乏有关半导体相关的科技的人才，在缺口上面至少就有60万的缺口。突然的在学校里面呢，去把你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个都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我们政府当然基本上比较尊重学术的自主，所以呢，比较少去仔细的去调查他们，但是这样呢，变成是一个可能的破口。民进党立委质询的时阵，问清大是不是有可能有对方的组织人才从乌走去的情形，要求爱查清楚。哪位这边是认为讲专案爱搁查？不知道为何要牵扯到挖角人才嘛？那我是认为，如果确实是要重视人才的话，我们台湾厂商或者研究单位，那就应该提供更好的报酬更好的研究环境聘用这些人才来发挥专长。因为清华海峡研究院是向财团法人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转租育成大楼的所在做办公室。基金会是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研究院已经一段时间无运作，考虑到涉法的疑虑，即马开始停止租用。清大是回应，研究院是部分校友成立的推广教育机构，不是属于清华大学，校方面嘛无参加伊的运作。清华海峡研究院一位入资从事研发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案件，本属已分案侦查中。本部会会同有关部会组成专案小组，然后迅速前往查。那如果发现属实，那就会据以裁罚。教育部是讲，一旦专案若是事实，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加自强基金会依法会处分，因为办公室违反两项条例。教育部也请清华大学依法停止使用，并要求立刻撤离。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去互中国的做事顽强的台独分子，刘委会主委区泰山今日表示，中国的行为是要做政治宣传，不过也是要注意因未来发展。朱凤莲强调，中国各大办初5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也甲外交部长吴钊燮3个人是台独分子，禁止本人甲家属入境中国，禁止也袂使伫中国做生意。刘委会主委区泰山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互人问起条是毋是有反这做法，伊认为中国这个做法政治宣传比实际的意义较大，会观察后续发展。主委，你是不是顽固分子？某个程度是啦，某个程度是哈，但你因为我对于台湾主权的独立是绝对非常的顽固啦，不一定要叫被他点名才是啦啊。你干嘛一路记得嘛开玩笑？你也觉得没有那么，你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不是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在于说这个现阶段它应该是一个政治的宣示，大过于实质啦哈，因为后续他怎么做才是重点嘛。中国连续出招，区泰山认为中国目前真济方面做伙对台施加压力。另外，退役将领谢英洲对中国军机侵扰咱西南空域，表示这是中国国土强军有权巡逻。这个讲法引起议论。不过，少年线有退役将领亲中共的言论，咱却无对应的法律甲法则。有立委认为应该检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加相关法律因应现况。它等于我们的国军随时在应付各种的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呢，显然是可以泼冷水了。我想这是一个不智也不当的这样的一个言行。会不会觉得他应该把那个退休后给退出来？我想这个我们会依照相关的法令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两岸关系条例是到了必须检讨的程度了啦。我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我非常的同意。那其实这个不只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实还包括我们的国家机密保护法跟国安法相关的条例，同时来配套。
另外，鼓励台商回流的投资台湾3大方案年底就要结束，是毋是延长，还是提出新的方案，也甲是毋是考虑增加香港来台湾的学生囡仔毕业了后留伫台湾的名额？区泰山备询的时阵，对这两个议题回应表示，会进一步甲相关部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日特别进行4个公投案，早起伫立委调野立委也拢关心讲，若准这个重新启动核四厂有通过，关联会会安怎做呢？关联会主委谢晓青表示，若准台电要甲燃料棒买回去，关联会基本上是袂答应的。等于讲重新启动核四厂的可能性就是0。12月18日特别公投啊，永续团体提案。核四重启，早起立法院答询的时阵，国民党立委要求关联会主委谢晓星有告，若讲公投通过，爱展开倒一寡作业程序。谢晓星的回应引起立委邓多啊表达不满。通过了以后，你这边要做什么事嘛？你没有，你台电根本没有提出这个重启动作，台电就得要必须遵照公投的结果来申请。我现在完全是这样，你部会有法定的执掌嘛，你本来就必须要去做你该做的事嘛。你今天什么都不弄。核四1999年3月初地建厂执照，去10多年啊，经过停建复工佮防震等前期，一直拢无起好。执照有效期限到去年底，若讲要重转重启，依法要由关联会这道关卡重新审查通过才会用的。加上厂内电料棒拢已经运回美国，谢晓青面对无党籍立委的质询时，进一步表态未同意电料棒运到转来。你们接受原来的那些燃料棒送出去的买回来再用吗？你们可以同意吗？基本上是不会同意。基本上不会同意。再来。原能会，你们会去核准核四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少？那是0。核四所谓预控系统已经安装几啊年，过期零件重新处理也是一个问题。还有核废料要放伫倒位？谢晓星讲，这个答案总是无写无说。民众党立委郭宏安也关心核三厂未来除业了后的核废处理。佮提醒关联会应该将现况加真相，佮较完整顶喺伫官网上，互民众伫公投进前做出判断。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也因为讲今仔早起吼，大家出门感受到天气开始变寒，是因为方面通过含着东北季风影响。今仔透早台湾各地温度拢无讲介悬，特别是新竹以北水汽是真济10个冷。气象局预测讲，这是入秋以来上介强的冷空气。伫拜三、拜四透早温度上介低，中部以北会降到14度。伫路会看到真侪人拢满外套举雨伞，大台北自透早开始落雨，昨天气正好，温度正悬。今仔日是变较凉，而且佫落雨。方面通过佫加上东北季风来，这波冷空气的影响会一直到拜5。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是有机会落在周3到周4的这2天，所以周3、周4这2天的早晚的低温要特别的留意，可能是这一波所带来的最低温的时间点。气象局分析这一波的冷空气是先湿佮凉，要转做干甲冷。自拜2初九开始，水气慢慢减少，拜3、拜4东北季风明显增强，受到透早辐射冷却的影响，中部以北透早温度会降到14度，降温正明显。伫咧卖场保暖的商品也卖甲正好。客人有陆陆续续的在问，那就是抢购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气象专家分析讲，这波冷空气低温是挖掘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因若中部以南降温无遐尼大，不过也是要注意早暗温差较大。自拜六开始，冷空气慢慢的减弱，各地温度会慢慢回升。记者综合报道。伫今日透早6点外，有一台饲料车去弄到国道1号彰化系统交流道出口的护栏，规粒车头就挂伫咧高架桥边啊。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遂赶紧把这个司机救出来。另外，伫台北的永德大道有一台货车，可能是伊的档啊出问题，造成4台车弄做伙，有5个人受伤，甚至电火条啊也弄一个断枝，害附近弄一个停电。
远远就会当看到一台大货车弄到护栏了后，车头挂伫半空中，强要落落去，场面真危险。驾驶佫开始调伫车内，无度震动，警消协助了后，出动分推车救援。驾驶救出的时阵，也有意识，也毋过面甲身上几个所在受伤，目睭刻刻表情痛苦，好佳在只是轻伤，送医了后目前生命现象稳定。在匝道中有一部载运那个饲料的大货车，那撞击了外侧的护栏，那导致那个车头挂卡在那个护栏外面，那跟车身上有连结。在地治治疗的大货车，西北透早6点外经过国道1号彰化系统交流道北向出口，疑似无细致失控弄到护栏，车头挂伫高架边，就惊车头落落去，影响下面国道南向车辆。警方紧急封闭南向3线车道，国入北向是管制内车道境界扣押造成，车流太大约2至3公里，肇事关系有待厘清。另外，台北公路大道是发生严重追龙事故，疑似这个刹车失灵，本起事故总计造成4车5人受伤。回顾行行1万年，西北透早6点外，车辆连续路线通过，突然有一台白色的货车走出来，失控劈链，对向头前车辆致死，4车连落，5人受伤，其中1人搁卡掉伫车底，肇事货车也弄断电火条啊，造成附近停电。虽然驾驶向警方讲，疑似打断死灵才会造成事故，不过详细原因警方也会搁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上届新的 EMU900区间车，在去互民众发现讲，伫咧车厢内面的冷气出风口伫咧漏水，代替接到通报了后，有派人去修理，发现讲是冷气的排水孔塌掉咧，已经要求原厂着爱做全面性的检修。以数字处区间车的第5节车厢，若亲像落雨共款滴水。迄个时阵，车外伫落雨，车内也伫漏水。赶上班的民众真意外，代替接到通报，改换列车，将以数字处优惠像那吊车厂，回动制造商现代落体公司技术人员进行检查，确认车厢毋是外口涉水，是空调机的集水盘排水孔塌去，才会无法度顺利排水。刚刚我们用加水在集水盘里面发现，果然，我们的排水口没有办法把水排出去。那这个部分，以一个新车来讲，这是不应该的，这可以研判应该是在制造阶段的一些瑕疵。因为新车还搁伫咧报告期，代替要求厂商立刻检查所有的 EMU900型空调机集水盘的排水孔，搁提出专案报告。目前 EMU900型列车已经有7个上线营运，实际坐一抓，发现部分车厢的地板有水渍。如果讲一个上车，就发现地板怪怪。我们刚才上，我们以为是人家拿东西漏水还是什么的，上来就有了。才刚做就漏雨，大家会害怕。哎呀，一定是有什么故障问题啊。代替 EMU900型列车拢总采购520台，253.43亿，是有史以来区间车最高金额的采购案。今年4月初1才上线投入营运，7个月就出现漏水问题，是原厂制造商的问题，还是验收无确实，引起众人讨论。代替产业工会发表声明，车厢涉水造成旅客危险，这原来增加员工执勤的负担，建议由第三方公证单位来介入调查，赶紧查清楚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伊拉克伫礼拜发生一桩恐怖攻击案，嫌犯是要甲总理哈德米处理掉，甚至佫出动无人机去攻击到总理的官舍，致使有真侪警卫受伤。哈德米本人是平安，毋过有淡薄仔受伤。落尾伊也公开发表谈话，强调讲一定会抓到凶手。虽然目前无组织承认犯案，毋过外界拢认为是伊朗伫咧支持的伊拉克民兵。车崩甲拢乌去，玻璃碎片破遐破砖啊，散规涂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礼拜发生重大攻击，嫌犯目标上尊总理哈德米，用无人机攻击伊的官邸，不过哈德米逃过一劫。سوف نستمر والبحث عن الجنات عن الجريمة النكراء التي قاموا بها يوم أمس باستهداف منزل رئيس وزراء. سوف نبحث عن الجنات ونعرفهم جيدا نعرفهم جيدا وسوف نصل لكم بكل تأكيد
攻击发生了后，消息正乱。官员是讲有2至3台无人机发动攻击，其中1台装炸弹的无人机逃过哪查，伫总理官邸爆炸，致使到6至7个警卫受伤，哈德米也好亲像受到轻伤。不过官方是讲伊平安无代志，这是暗杀无成功。互人攻击的总理官邸伫绿区，区内也有一寡政府大楼甲外国大使馆，目前也无组织承认犯案。不过外界将箭头指向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政党。因为因才拄啊输掉10月的国会选举，了后就指控选举有问题，连续几天拢上街路，甲政府军发生冲突，也放调讲要报复。不过对总理互人攻击，无共政治立场的民众看法无共。استهداف الكاظمي سيسبب مشاكل بين الأحزاب السياسية وسيؤخر حتى من تشكيل عملية الحكومة المقبلة. هؤلاء قاموا بهذه العملية كي يصرفون النظر عما فعلوه في قبل البارحة، وهو قتل الناس الأبرياء التي خرجت تطالب بحقوقها الشرعية وحقوقه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这届的暗杀恐惊会加深伊拉克原本就紧张的选后局势。美国批评这是恐怖主义，联合国也谴责无法度做无事人的伊朗是表明反对攻击。不过同时指责美国爱为伊拉克政局不安负责。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COP26气候峰会进行第二礼拜期停，其中海平面变悬，也因为这个图瓦卢是一个岛屿国家，可能会气候海水引起。因为外交部长就伫徛伫咧海内面演说，呼吁气候峰会要看重这个问题。将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筹备重回 COP26 气候峰会，2礼拜期停行一半，只剩5天过期，互全球升温控制伫比工业革命进程增加1.5度的永续抗战。目前全球升温已经1.1度，伫排碳量上低太平洋岛国所承受暖化的上严重后果，气旋、海洋极端气候一直出现，海平面快速升悬，土壤盐化摧毁农业。互生活淳朴、低度开发的岛国无法度生存。台湾友邦图瓦卢的司法通信甲外交部长西蒙科菲，车国徛伫海平面升悬到卡达乌的海水当中演讲，讲海平面升悬造成国家引起的风险，加做暖化威胁上有力的证明。这段娱乐工会初9会伫气候峰会活动当中播送。今年因为疫情，太平洋岛国有逼流，斐济甲图瓦卢3个领袖亲身参加气候峰会，呼吁工业大国积极减排，挹注气候资金。联合国气象组织下骹的系统观测财务机制所负关键到位，协助三车国家改善气象预报。The SOF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 believe the most effective protection we can give our people in the face of serious storms is timely knowledge. That is early warning. 各国政府特别开始集中讨论制定气候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评估工业化国家如何补偿其他地区的气候损失，如何为碳市场制定可靠的规则等等。主办峰会英国宣布另外提供2.9亿英镑，和新台币108亿。美籍南美等辅助国家也提出数十亿美金的资金。虽然发展中国家真需要这钱来应付可化大水野火甲热浪，不过先进国家所鼓励资金用于减碳，也出现一寡矛盾。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拢知影讲危险当时要发生，咱是拢无法度来预测的。亲像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了后，市政府也当咧调查倒位有危险的旧大楼。伫高雄的林雅区也有一栋42年历史的中山大楼，工务局检查了后，要求徛家就要甲消防通道拍通。落尾工务局认定讲，这徛家是严重违建，而且要甲这个违规的道线推甲一面壁拆掉。居民颠倒是不满讲，公告时间上过短，因也袂付处理。为大楼后面的道行楼梯爬起的沿路拢是怎啊甲走出来的破墙，还佫有一户壁拆掉了后，变数完全拢走出来。现场是高雄林雅区的中山大楼，城中城大火了后，市府发现大楼的道行通道无清空，要求因11月1号爱改善。如何清空电梯边的道行通道，却发现另外一边道行的楼梯因为无符合规定，互市府强制来甲壁挖掉排除。你要有时间给我们大楼开会。才来做准备来，你要打，我们也是会给你打，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对，我们
也给你打。你完全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住户或者开会都没有，然后你直接这样搞，这样到底是对吗？因为毕竟我们是有管理委员会的，我们不是没有管理委员会。住户讲，这栋大楼42栋，真侪后壁搬来的人根本唔知影这个德兴楼梯的存在，而且建商第一手的平面图本来就无市府认定这个德兴通道的区域，新马虽然用拆图，互因无法度了解，不过强调违规是一定爱拆，只是希望会当加一寡时间来准备。都是由住户他们自己去做一个限期改善。那因为发现这个城中城大火以后，我们必须是立即处理的，不能有任何时间上的一个拖延。当务局表示，过去违建确实是请住户就要限期改善，不过社中社大火了后，为着民众安全，只会当限定3天。中山大楼还佫有第2波限期改善的期间，希望住户赶紧去排除。若是因反映伫咧买厝的时阵，德兴通道早得互人自行增建的部分，市府讲这是属于因买卖的关系，民众爱甲买的人来互相讨论，无伫咧因公务局管辖的权限内底。记者王柳婷、林兆宽各样报道。日军的习惯对逐年固定的地带中的番仔寮进行海面的射击演练，不过这个海域也就是北海底的生态地，真正有生态团体去争取过，军方也同意讲会伫咧海内面装监视设备，若准发现到北海底射击演练，就先暂停10分钟，保护北海底安全。生态保护团体多年来关注日军习军团伫台中番仔寮阵地的对海实弹射击，可能影响稀有的北海底生态。出面协调本案的立委陈椒华表示，军方同意伫当地水域设监测装备，只要发现北海底可能2月实弹操演，就会暂停10分钟。大概已经能够掌握白海豚，大概会出现在哪些地方，然后哪些比较多，所以在国军演习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根据之前做的，然后他们再继续做相关的这个监测点。日军习军团发出新闻稿表示，火炮射击区是年度计划性训练，将参考第3风环评报告调整射击机程、甲海域管制时间，降低对生态影响。根据了解，这个海上射击目标区位置大约离军方阵地8公里，离岸边7.5公里的一个4平方公里的路段警戒区域。捌参与相关讨论的生态专家表示，比较射击区北海底的栖地较瓦见陆地，并无直接危险。因较烦恼的是射击造成的声音。应该是会对听觉敏感的北海底造成影响。哪怕是8公里外，如果说那个炮弹的震动声音或声响很大的话，那其实对于中华白海豚还是会造成它行为上的改变，也是我们不乐见。另外，生态专家也烦恼水下面监测设备的侦测能力，加设置地点，监测会当确实掌握北海底的动态，也有待军方加生态保护团体进一步共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坐轮椅的网络名人，昨伫咧网络顶头发表一篇文章，是伊甲台南坐公车遭受到公车司机糟蹋的过程写落来。这个公车司机毋但一开始无要加载，甚至起落车拢去互司机扣死。台南市搁再发生一款对障碍者无友善的行为，市长黄伟哲也出面回释的。公车到站，这有10万粉丝追踪的网络红人，轮椅查某囡仔雪莉在电动轮椅伫边等，司机固定处方了后，请伊上车，按过规个过程，所以感觉真无友善。他有帮忙扶一下，然后可是他嘴巴还是在碎碎念说：“你就是不会开轮椅才会这样子。”但事实上，真的就只是因为那个斜坡坡度的问题，经理也不是很好受。雪莉讲，一开始先互司机以电动轮椅无法度固定公车，无载电动轮椅，想要拒载。上车了后，搁被扣死，未晓驶电动轮椅。就连落车的时阵，一开始也无看到司机主动到三工。司机就是说，可能言语上面的表达没有很完善，然后造成说那个搭乘的乘客呢心里有一些不舒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公司感到很抱歉。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有立即启动调查了那预计今天我们会完成一个调查的一个情形。文章在网络咧传，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留话回释咧，其实无友善状况是第一摆9月底邀亲像朋友坐车，好亲像因为司机不要操作无障碍处方，也无协助上车，互亲像朋友失去重心，倒向射出轮椅。你电动我两个倒3名啦，我家己电动刹紧前，伊问我后壁倒3摆，我倒啥名？
市府要求相关单位针对新种驾驶公车标准作业流程加强教育训练，新种朋友遭受无优先对待部分已经在调查，那司机确认有疏失，无排除罚9000。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天地山庄正爆出水用问题，南投林管处认为是有一寡高山合作的业者伫咧作乱，所以决定方要甲山庄的这个造卡互外面的人来做标案。不过高山合作业者认为讲，林管处是为着某一寡业者利益才按的规定，颠倒会去影响到当地原住民的工作权益。食春的喷随意弹条破坏林地、搭建布棚，也有汽车载客顶登山乱上，全拢伫强调台湾5星级上屋的天地山庄。主管机关南投林管处认为天地都房高山合作业者长期占用天地山庄空间做无本生理，伫流程看到无效了后，决定将山庄餐饮服务正式规划。公餐没有违法的问题，那可是就是现在开放山林，所以骑机车运补，然后占用林地，就是搭帐篷在林地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倒厨余影响生态，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餐饮的外包。天地山庄伫2013年整建了后，当年吸引15000人来遮。南投林管处指出，天地都房合作业者的作为已经影响在地部落，推动生态旅游，甚至互山友检举。不过，天地都房业者表示，林管处将来无清楚规范搭建布棚地点，坑的食材甲喷也拢会自行处理，而且也拢是载送受伤的登山客落山。官方指控假事实无符合，而且餐饮标案技术为特定厂商自开，影响当地原住民生活。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有没有机会合作，我就问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谁得标，那为什么你们会找我们合作？他说他们得标了，这个标案连管理的标案都是为了他们而开。天地都房业者表示，已经准备好书面资料，将向监察院检举南投林管处娱乐科长涉嫌和特定厂商等事有渎职之嫌。南投林管处是强调，天地都房业者伫网络散布不实指控，引起论战，将保留法律对诉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的副县长甘新忠过去伫咧做消防局长、县政府秘书长的时阵，伊利用上班时间做中人伫咧做土地买卖，受到监察院弹劾，送到厅改法院。法院判甘新忠就要休职1年，当作处分。县政府也强调讲，甘新忠已经退休啊，目前做副县长算是政务官，唔免受到厅改约束。花莲理想大地土地买卖不正受注意，尤其迄当阵做消防局长的花莲县副县长甘新忠，互人即期伫咧上班期间，几多遍伫咧县府的贵宾室内面中介买卖，并且无好势去发现过接白菜。严新章，你在当消防局局长任内，尤其是在当秘书长任内，是算是公务人员哦。你在公务人员上班时间来做这样这次阶段来压迫理想大地的地来卖。你这样做最坏的4万。外界拢伫咧注意案情是毋是向顶头查起哩？案件经过花莲地检署2遍无起诉了，高分院驳回申请再起，也是无起诉确定。监察院通过弹劾案新章，移送厅改法院判休职1年。副县长是政务官，那么这个所谓的休职的这样的处分，是他回溯他过去当事务官秘书长时候的事情，因此。以他目前是政务官副县长而言，按照中央铨叙部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他目前行使副县长的职权。县府强调，甘新忠公职已经退休，即马做副县长的职务是政务官，无受厅改约束，伫地方是引起争议。监察院对你的行为的惩戒是在你事务官时期。但是你退休了，但是你现在还是任公职，我想这个很难说退休了就不受这个惩戒来做影响。厅改无效，外界拢关心监察院也个厅改法院做落来是毋是有动作。不过县府强调，目前无人事调动，也无打算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捌走私过农产品的骗讹渔船先锋上，佮去互海巡人员抓到非法走私，这回是超过500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海巡人员对渔船一个船长式的涂骹内面抄到毒品，大约有21包560公斤的安非他命。
本地这只渔船就已经有案底这回却阁查到毒品，水甲船顶4个人移送法办，加在这寡毒品无流入去市面。台北市保安大队的员警顶日伫咧信义区执行酒测路检，甲一台计程车抓落来，内底有1男1女，也互要求着要配合。所发现讲，伫咧因的身躯顶有敲着刀啊、毒品甲真侪现金，依法甲这2个人抓起来。不过因2人却声称提审，法官看到员警的笔录记了后，认定警方是违法所诉，当庭甲人放走。员警找了炮炸酒测零检，查一台计程车，无酒后开车，反倒来发现后座情侣有刀甲毒品。我们同仁有碰触到疑似的他认为应该是刀械了，所以我们进一步要求他提供他随身的物品，进而发现毒品。警方表示，发现查甫的腰部有藏不明物件，依照经验要求落车敲拍检查，不止找到刀啊，还包括敲出其他面甲大众的现金，当场逮捕移送。不过定审的时阵，这对情侣申请提审，台北地院认定员警敲拍这动作有问题，申请人当场释回。法官认为说，要把手伸进去口袋或者拍他口袋这样的做法，应该还不该当说有明显的事实可以知道他已经携带刀械，所以他后来的搜索就是违法的。那取得毒品的部分也是违法的。法院认为，根据警执法规定，警方爱护明确事实认定，对轰炸攻击性物件，应上人才能检查。不过员警只靠过去经验，对嫌犯敲拍敲身，警署已经违法敲出毒品，无证据了。以前都可能我们在执法过程可能就是先找到东西，然后可能对方如果不那么懂法律的话，那我们将就得过且过这样过去。现在大家都蛮注重自己的权益的，所以必须要执法的论据要说明得清楚。有学者表示，即卖社会愈来愈重视定序证据，警察在打击犯罪过程爱细致，并侵犯人民权益。尤其曾员警烦恼，认为这案例会互第一线员警在执行勤务的时阵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王先生对5月开始，感觉厝内面定定着贼偷，后来装监视器，才发现讲，是查囡仔会带一个朋友回来厝内面，这个朋友好亲像有偷摕物件行为。本地厝主是无想讲要报警察，希望学校会当好好处理。不过学校表示讲，敢若会当辅导同学，无法度来做调查。一个查某囡仔来到透天厝的3楼，随甲拖拍互开，好亲像是抢几落张钱出来。这个过程全部拢去互监视器翕到。王先生出面控诉，讲伊读国小5年的查某囝，常常邀请同学校6年的女学生来厝里面小吹。但是对今年5月开始，拖内底现金就一直无去，因为起疑心，10月伫房间内底倒监视器，说好亲像真正翕到偷摕物件过程。他就马上认错，他不跟你争，他就说对不起，我错了，他偷了钱，然后很紧张的手在那边捏，然后说他之前也偷过钱。校方表示，事先已经有介入诛伤，而且这个偷摕物件学生，伊的家长好亲像嘛知影这件代志，但是因为案发的地点伫咧校外，学校无调查权，敢会当做好辅导责任。家长他没有先去报警，学校真的没有调查的这一个全责在。那教育局也已经请学校务必要深入的了解处理之外也会加强学校的法治教育来融入课程及活动王先生表示，原本想要让这个囡仔有一个机会，所以无报警，但是无法度接受校方的作为，所以这学期结束了后，就甲因囝转学，而且甲警方报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囡仔出现奇奇怪怪行为，亲像囡仔会共偷摕物件，就医生表示讲，囡仔偷摕物件原因真复杂，老师甲家长就要先了解到动机，才透过辅导来解决问题。最近台中市某一个国小出现高年级的学生囡仔利用去学妹厝的读册时阵，真侪届偷摕钱、偷摕物件，拢去互监视器翕到。被害家长甲学校反映无得到重视，讲要告这个囡仔，并找人本教育基金会来咨询。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防备的，让孩子去他们家玩这样子，是后来发现好像有少钱，所以他们才怀疑。学校第一时间没有处理以外呢，家长又听到学校的老师在描述说这个孩子是惯窃，所以家长就非常生气，说明明你们知道而不处理。其实家长是在生气这一块。
人本基金会是讲，过去都有拄到一个个案，囡仔厝内经济条件真好，生活富裕，毋过有偷摕物件的习惯。问伊是安怎要偷摕物件？囡仔说讲有一个声音叫伊摕，进一步了解，才知影讲原来爸母真无闲，真少陪伴，总是用钱来处理，才互囡仔行歹路。想要互厝的人关心注意。身心科医师也讲，囡仔偷摕物件主要原因其实真复杂。他可以去满足他生活上的所需啦，可以去买东西啦、玩事情啦，掌握优越的感觉哦。觉得呢，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偷东西，人家都不知道，表示我很聪明、很优秀，是一个坏的行为。但是至少呢，大家注意到我，甚至还买东西给同侪呢，去想要设法获得同侪的认同感。意思是讲，偷摕这种偏差行为，袂当干那靠处罚，爱真正了解囡仔的需求，透过老师、家长也是心理精神医师共同来协助，了解伊的想法、伊的心情甲压力，才由辅导感化教育来引导，才有法度避免恶性循环，变作是反社会人格。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今日公布一项网络调查，讲细汉若阵较受到人体罚的人，大汉了后会真学处理人际关系。伊嘛呼吁政府着要提供资讯予家长，伫咧囡仔无多受控制时阵，会当用什么体罚以外的方式来管教囡仔。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调查，这几年不当体罚的通报事件是愈来愈多，而且有83%的18岁以上民众捌互人体罚过。调查嘛显示，细汉时互体罚的频率愈悬，愈会影响到大汉了后的人际关系发展。比如他们从小的经验，觉得爸爸妈妈应该是最值得信任、最爱他们的，但是他们的经验如果是相反的，比如说爸妈常常的体罚他、辱骂他，他就会怀疑自己，或者自我价值感会比较低，所以延伸到往后的交友或人际的关系，他也会用这样的价值观来看待，觉得不容易信任别人，也不容易跟人家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真侪家长常常是互比较无路通行，才使用体罚。针对这点，联盟认为政府需要提供课程等帮助，让家长伫囡仔无受控的时阵，知影会当安怎面对。一直跟你反抗，然后没有什么原因就一直对你反抗，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处罚他，或者是你会很凶的叫他罚站。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应该在就是育儿的初期得到政府的支持跟帮忙，比如说很多的卫教，刚刚谈的副食品喂得不顺啊，到底我有哪里可以询问？联盟发起亲子关系口座活动，鼓励家长平常时会使为甲囡仔的每一摆互动当中记录是欢喜还是冲突，方便以后检讨管教的方式，减少体罚的机会。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最近伫埔子的双梅国小举办布袋戏艺术课程，对做翁仔开始到搬戏、留钢剪做伙学习，传承地方的文化。伊较好命，伊号做林家斌。我较歹命啦，我做林滚水。阿嬷用家己做的翁仔来编在地故事，台顶的时代演了真欢喜。台卡的囡仔嘛看啊笑嗨嗨。学到今仔日安尼心息啊，大家安尼笑咧，啊心头足开的，足欢喜的。互因会当感觉真欢喜，然后佫会当回想以前咱旧台湾的文化，五辈初遗失的故事。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为着要推广在地艺术，邀请双门国小甲在地社区，毋但搬布袋戏，佫教因为头到尾做一set翁仔。既有的头发是用那个超轻粘土，超轻粘土的话是用面粉做的，所以会有蟑螂来吃。跟着这些社区的阿嬷们一起共学，那相信也是代间教育最好的一个演示。很多这种很古老的一些可爱一些民谣都会从这个老奶奶的这个嘴巴里面把它讲出来，然后小朋友可以学习。那小朋友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让他们可以认识掌中文化，让讲咱台湾的传统布袋戏水利队。目前因当咧练习要做伙搬一出戏，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表示，透过这项活动，是大用趣味的方式分享过去生活的记忆，囡仔嘛伫学习地方文化的过程，体验传统的艺术技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婚礼的布袋戏师傅吴万祥最近伫大西乡的幼稚园表演，也教囡仔人布袋戏。另外，要安排20场乡镇的幼稚园巡回演出，希望会当让囡仔了解到传统布袋戏。
演出各种角色是番安怎变声。昆林的5万乡布袋剧团执行长来到大溪幼稚园表演，和一般布袋戏的表演无同。5万乡专程踮戏台外演出，向学生囡仔展示安怎人布袋戏。全程在外口安尼甲演予小朋友，教伊看安怎人安怎变声，有小朋友看到很高兴。因为咱这个布袋戏是咱的台湾传统艺术啦一寡小朋友渐对这传统艺术陌生啦。20场是咱的前线巡回演出，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讲，咱台湾有这个布袋戏。学生囡仔看5万乡人布袋戏，唔但笑袂停，也直直拍扑啊！实际体验人布袋戏，也拢算甲真欢喜。好玩吗？好玩。想不想要再玩？想。小朋友之前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趁这个机会呢，让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看到讲小朋友有真兴趣，这就代表讲咱的台湾传统艺术布袋戏还有一条生路。5万乡即届伫婚林馆内有20场的演出，到无共乡镇的幼稚园人布袋戏，予学生囡仔看，也一边做简单的示范和教学，希望会当将台湾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是对15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的时间再会。嗯。